本節目內容純屬各地都市傳說搜集，網絡流傳，部分情節經過藝術化改編，旨在探討民族文化與超自然現象嘅社會心理，保留文化記憶及喚醒大家集體回憶，並非針對任何特定機構、在世或已故人士，亦絕無意圖誹謗或侵犯任何實體之合法權益。節目中所有地名、人名及情節，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晨曦仲未完全驅散赤柱嘅濃霧，一棟以花崗岩砌成嘅殖民地風格建築，正正聳立喺東頭灣道嘅斜坡之上。如果唔係回廊間偶爾傳出嘅嬉笑聲，冇人會覺察佢係一所仍然運作嘅校園。然而，對於曾經喺呢度夜宿嘅學子而言，有啲夜晚注定係難以平靜。每當夜深人靜之時，鄧肇堅運動場嘅方向偶爾會傳嚟整齊劃一嘅腳步聲，嗰啲唔係風吹樹葉嘅沙沙作響，亦都唔係體院生加練嘅喘息，而係一種極具節奏感、沉重而且帶住金屬摩擦聲響嘅操兵聲。如果將窗戶推開一道縫隙，寒意會滲入骨髓，但係空曠嘅草坪上，除咗隨風搖曳嘅樹影，就乜嘢都睇唔到啦。唔單止係操場，喺嗰啲被改建為宿舍嘅古老樓翼裏面，深夜嘅走廊盡頭，總有宿生聲稱見到冇衣架嘅衣衫喺半空中飄蕩，或者喺轉角處聽見若隱若冇嘅嘆息聲，迫使結伴去洗手間嘅學子不得不加快腳步，甚至唱起聖詩嚟到壯膽。呢啲唔單止係校園怪談嘅廉價素材，而係一線通往80幾年前嗰個黑色聖誕嘅時空裂縫。要探尋呢啲聲音嘅源頭，必須將時間嘅齒輪倒撥去到1941年。嗰個係一段被銘刻喺香港抗戰史上最血腥、最黑暗嘅歲月。根據香港保衛戰戰史同埋相關歷史檔案記載，1941年12月8日，日軍開始進攻香港，歷時18日嘅香港保衛戰就此拉開序幕。當時位於赤柱嘅某書院，因為佢嘅地理位置險要，而且建築堅固，被緊急徵用為一所臨時軍事醫院。原本書聲朗朗嘅校園走廊裏面唔再傳遞書本，取而代之嘅係擔架穿梭嘅急速聲同傷兵嘅呻吟。書院大樓外巨大嘅紅十字標誌被懸掛起嚟。按照國際戰爭法，呢度應該係炮火中嘅避難所，係生命獲得喘息嘅安全港。呢座軍事醫院裏面收容咗大約160名重傷嘅英國同埋加拿大軍人，除咗僅有嘅7名醫護人員之外，仲有大約60名因為戰亂無法歸家嘅海外寄宿生，以及少數選擇留守保護學子嘅教職員。佢哋或者以為喺紅十字嘅庇護下，能夠喺聖誕節呢一日獲得一絲安寧。嗰日係1941年12月25日，香港人習慣稱之為聖誕節。然而，對於呢所書院裏面嘅所有人嚟講，呢個節日冇禮物、冇平安，只有地獄般嘅烈火。12月25日清晨，大約200名日軍士兵無視紅十字標誌，強行撞開咗書院大樓嘅大門。咁係一場唔對等嘅屠殺。史料記載，呢啲士兵衝入病房之後，為咗節省彈藥，選擇咗最原始嘅殺戮方式——刺刀。據戰後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嘅加拿大隨軍牧師巴萊特嘅證詞顯示，當時臥床不起嘅有56名傷兵，喺毫無反抗能力嘅情況下，被逐一用刺刀猛力刺穿胸膛同腹部。咁唔係戰鬥，而係處決。由於事態極度殘酷，喺過往好長嘅一段時間裏面，呢段歷史被簡化為冰冷嘅數字。但係根據多位幸存者同埋歷史學者嘅考證，呢場暴行持續咗幾個鐘頭。日軍唔單止殺害咗傷兵，更將毒手伸向咗着白色制服嘅醫護人員同埋學校嘅教職員。喺嗰場混亂中，一位華人教員為咗阻擋日軍進入學生藏身嘅區域，試圖用竹竿頂住門口，隨即被射殺。
佢嘅遺體更加遭到刺刀嘅反覆篤刺。而嗰7名負責照料傷員嘅女護士，更係經歷咗人間煉獄。佢哋被從藏身之處拖出，遭到集體輪姦。根據口述歷史記錄同法庭文件嘅佐證，日軍甚至將傷兵嘅遺體作為箭，喺上面施行獸行。其中一部分護士喺被姦污之後慘遭殺害，遺體被丟棄喺草堆中，衣不蔽體，甚至有人身首異處。由於呢啲描述極其駭人聽聞，好多檔案館喺好長嘅一段時間裏面都將佢封存，只係喺戰犯審判嘅時候作為呈堂證供。後來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嘅隊員某一位醫生嘅回憶，亦都證實咗現場嘅慘狀。佢喺香港淪陷之後嘅第2日，12月26日，跟隨英籍長官進入校園視察，希望可以揾到生還者，但係佢見到嘅只有滿布校園嘅100幾具屍體。佢描述話，好多屍體被肢解，耳、舌、鼻被割走，眼球被扯出，手段之殘忍，令人毛骨悚然。呢場屠殺一直持續到當日下晝5點幾，直到一名日軍軍官到場喝止，暴行先至得以停止。而嗰名軍官對剩餘幸存者講嘅說話極具諷刺意味：你哋好彩，香港當局已經投降啦，唔使被槍斃。對於嗰啲已經倒喺血泊中嘅170幾名亡魂，包括傷兵、護士、教員，甚至係部分學生，何嘗唔係一種極致嘅諷刺？之後嘅3年零8個月日佔時期，呢所原本充滿生機嘅校園徹底失去咗活力。佢連同鄰近嘅監獄守衛宿舍被改建為赤柱拘留營，校園嘅禮堂成為咗囚徒嘅食堂，運動場被剷平改為菜田，以供應日軍或者囚犯果腹。據統計，喺戰爭期間，大約有2800名平民被關押喺呢度，其中大約1000人被囚禁喺書院範圍內，過住缺衣少食、時刻面臨死亡威脅嘅歲月。二戰結束之後，呢間書院喺1947年復課。當幸存嘅學生同新入學嘅孩子返到呢片校園嘅時候，花崗岩建築依然聳立，但係牆壁上面斑駁嘅彈孔同埋地板下滲透嘅血跡，卻似乎從未真正被清除，或者咁就係靈異傳聞嘅開端啦。根據校內文物徑導賞資料同埋流傳於網絡社群嘅舊生分享，校園嘅靈異熱點大多同當年嘅屠殺地點高度重合。首先係鄧肇堅運動場，喺寧靜嘅午夜，呢度時常被目擊到鬼操兵嘅現象。好多舊生聲稱曾經喺深夜目睹着住二戰時期軍服嘅模糊人影喺球場上面進行整齊嘅步操訓練，甚至可以聽到士官斥喝嘅口令聲。相傳呢個位置喺日佔時期曾經被用作處決囚犯嘅刑場，嗰啲不甘嘅靈魂或者喺死後依然被困喺無盡嘅操練同等待之中，重複住臨死前嘅恐懼。其次係位於小山丘上面嘅小教堂同埋佢後方嘅大石。嗰間教堂建於1950年，係為咗紀念大屠殺中嘅罹難者。然而教堂後方嘅一塊巨石卻喺學生之間流傳住另一個版本嘅故事。據傳嗰塊石頭喺戰爭期間曾經被日軍作為斷頭台使用，被斬首者嘅鮮血順住岩石流下，再經由下方嘅小溪沖刷入海。即使喺日頭經過呢一度，嗰個區域嘅溫度似乎總比校園其他地方低上幾度。至於寄宿生最恐懼嘅，莫過於係嗰啲歷史悠久嘅宿舍大樓啦。由於當年醫院曾經設喺呢一度，好多重傷者喺呢度咽下最後一口氣。舊生曾經喺討論區同埋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提到，宿舍走廊盡頭經常有怪事發生。最經典嘅傳聞莫過於漂浮嘅衣服，明明冇風亦都冇衣架，但係一件摺疊整齊嘅衣物會喺深夜嘅走廊地板上面滑動，甚至漂浮喺半空。有宿生喺半夜醒咗嘅時候，曾經見到模糊嘅灰白色人影矗立喺床尾，等到想仔細辨認嘅時候，人影就好似煙霧一樣消散，只係留低冰冷嘅空氣。
呢啲故事嘅流傳並唔係為咗嘩眾取寵。呢間書院現存嘅文物徑可能係香港唯一有在校學生擔任導賞員嘅歷史教育徑。好多學生喺中一嘅時候就必修校史，佢哋會企喺書院大樓前向公眾複述呢一段歷史。校園內仲設有一所文物館，收藏咗拘留營中嘅日記、簡陋嘅工藝品同埋當年報紙嘅真跡。歷史學家同埋嗰間學校嘅教師曾經指出，呢段歷史之所以鮮為人知，係因為戰後好長嘅一段時間缺乏系統性嘅整理同宣傳。但係而家，當啲人企喺呢座校園裏面，嗰啲所謂嘅靈異現象，係唔係可能係一種記憶嘅殘留？地質學或者建築物理學中有一個理論，認為聲波或者強烈嘅情感能量，有可能被多孔嘅岩石或者特定嘅磁場環境所記錄落嚟。當環境條件吻合嘅時候，就會好似錄影帶咁重放一樣，喺後人眼前重現當年嘅驚恐瞬間。1997年之後，隨住歷史資料嘅解封同埋國際間戰犯審判檔案嘅公開，呢段被掩埋嘅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更具諷刺意味嘅係，據傳媒報道，近年來甚至有日本嘅中學團體專程安排學生去到呢間學校參觀，透過在校學生嘅講解，了解當年日軍喺香港嘅真實暴行，正視呢段唔光彩嘅歷史。歷史唔應該被仇恨捆綁，卻更加唔可以被遺忘掩埋。站喺今日嘅時間點回望1941年嗰個寒冷嘅聖誕夜，嗰啲喺刺刀下無助掙扎嘅靈魂，嗰啲因為保護學生而犧牲嘅教師，嗰啲慘遭凌辱嘅護士，佢哋唔只係一則靈異故事嘅主角，而係歷史嘅受害者，亦都係和平嘅警示燈。如果嗰個傳聞中嘅鬼操兵真係存在，或者嗰啲靈魂並唔係想驚嚇現代嘅學子，而係被困喺戰爭結束前嘅一刻，仍然喺度執行一項永遠冇辦法完成嘅任務，守護家園，或者係等待一個永遠唔會嚟到嘅道歉。呢個世界上嘅鬼魂，有時並唔係嚟自另一個空間，而係嚟自啲人唔願意面對嘅過去。嗰啲喺赤柱校園裏面飄蕩嘅低語，從來都唔係為咗神明，而係為咗提醒我哋忘記歷史先至係真正嘅詛咒。但願嗰塊被稱為斷頭台嘅石頭，終有一日可以被和平嘅雨水徹底洗淨。但願嗰啲喺黑暗中徘徊嘅腳步聲，最終可以喺真相被完全超說嘅嗰一日，揾到安息嘅路。